櫃邊鞋印。呢度係凌晨3點嘅鬼故，我係子柔。今晚嘅鬼故係關於上鎖天台儲物櫃，無風自行走出跑鞋灰塵足印。天台鐵皮儲物櫃常年掛銅鎖，入面淨係放住前業主遺留一對舊運動鞋，半年從未開鎖。每到凌晨0點，櫃門底部會飄出細微灰塵，地面鋪開一串清晰跑鞋紋路足印，由櫃體一路延伸到睡房門口就完全停頓。一開始歸因於日夜溫差形成對流氣流，攪動櫃內灰塵堆積成類似腳印嘅紋路。我解鎖檢查，球鞋擺放紋絲不動，鞋體灰塵毫無移位，重新上鎖過夜，足印再度完整重現。物業過戶備註記載，前屋主習慣深夜長跑，一次夜間出門被汽車撞倒離世，出事時正穿住呢一對波鞋。你以為只係氣流擾亂灰塵造成假象，實際上亡魂每晚都嘗試着返舊鞋外出夜跑。房門口嘅紙布代表佢永遠走唔出呢間屋嘅邊界。